歡迎收睇 David Chan 颱風天氣資訊頻道。邁向2026節目巡禮。首先，目標訂閱量係超過1000。等我嚟介紹一下本頻道嘅王牌節目，包括12點鐘天氣報告、5點鐘天氣報告、全新時段10點鐘天氣報告、天氣焦點、風暴消息、暴雨消息同埋天文快訊。喺下午12點、5點同埋晚上10點，定時發佈當日天氣資訊，總結即日天氣概況及詳述未來9天天氣預報，為大家跟進天氣狀況及提供天氣提示，以作預備。天氣焦點，即時更新當日天氣資訊，發佈即日天氣焦點，提供貼心嘅天氣報導，讓大家緊貼最新天氣狀況。風暴消息，概述西北太平洋熱帶船發展及活動情況，為大家緊貼最新嘅香港風暴消息，提供及時風暴資訊，並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再次提醒市民，當颱風襲港時，應做好防風及防水浸措施。暴雨消息，為大家緊貼最新嘅香港暴雨消息，提供及時暴雨資訊，並提醒大家要注意暴雨帶來嘅危險，提醒市民要繼續留意有關暴雨嘅最新消息。天文快訊，分享日食及月食等天文現象嘅資訊，詳述天文現象嘅具體背景資料，共同享受觀賞天文奇景嘅樂趣。最後520再次啟航。